我嘅先生，有個到我同愛學會了片是次長了其內界我也係聽動價動有代表性嘅最產之一，永福版哦。其實佢所對價動也片係對對按照眾群動眾之意嘅講會申請呢個回收，所以咧今年有講到有上年有咧有獎來受用取五年，甚至到做出自家嘅品牌，不過用辦獎也就產生嘅用取五年係可以甚至提升嘅價量下嚟看。石板魚哦，如果係加動個重要嘅漁業啦，吼，喺台灣嚟講嘛是我哋加動啊，吼。除了魚最優秀啦，市場吼當然嘛要有好上嘅鼓勵天數啦吼，我哋加動嘛要個政府用得咩用這個船，我哋加動講嘅副辦用這個油夾放落去搬去做，一來要麼來食用這個麵，他講完要個好食入去嘅，之前我哋做辦呢，失辦冇人來曬，用嘢第日嘅。